肩部抽动眨眼。这个孩子4岁时发现患有抽动症，肩膀、脖子抽动比较严重，甚至影响到他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完。后来在我这里接触了中医治疗，总体上看症状是得到了一定缓解的。这个动作没有以前的这么大了，幅度没有那么大了，是吧？他自己有感受。推拿你已经学会了是吧？我没有完全学会，因为这一周回家给他做，一个是他也不配合，也不信任我，另外一个我的手法就是他可能还是感觉跟医生做的不大一样。他每次就是整的时候，要么就让我太疼，要么就一点劲儿没有。来，我给你体会一下吧，你捏着它，来，我来给你体会。你这个力量呢是从浅慢慢的往上加，不要一直浮在表面，也不要一下子就捏下去，就差不多加到这个力量应该已经透进去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这个力道你能接受吗？可以的。我都快听懂了。好的，那你教妈妈就行了呗。